閒語人生，蒙地篇，星期一朝早。各位同事，今朝個 meeting 改9點半，唔好遲到。我尋晚見到有人6點03分走，個 cam 影住㗎。Yes sir。尋晚 OT 到9點啊！呢隻眼盲㗎。佢又嚟料，尋日自己5點9換晒波衫走咗去踢波。會議篇，腦震盪環節。大家有咩諗法啊？唔好普通嗰啲喎，要真係破格嘅嘢。不如我哋搞 NFT 啊，而家幾興喎。太遲啦，我要 AI Web 4.0，邊個話 NFT 即炒？仙哥，上個月你先話 blockchain 係騙局嚟啫喎。好，我哋做 AI matchmaking 平台，幫公司啲貓配對 SP。阿四，你記低？已記低，幫公司嗰2隻絕咗育嘅貓搞配對。防範篇，防範時段。尋日佢叫我做50頁 PPT 啊，我做到凌晨3點。有今朝同我講啊，不如用翻舊嗰份。你算好啦，佢要我設計個全息投影年會，budget500蚊包汽水。我懷疑佢個人係 AI 扮嘅，冇感情，loop 同一句 I need this EOD， 同埋成日講你哋唔夠 hungry。係 hungry 都揾食啦，邊個會 hungry for 冇 OT 補水啊？好食！公司啲咖啡真係好高質啊！地篇，星期五放工前15分鐘。急 call， 全 team 留低。客人突然要改成個 proposal， 星期一朝早9點要。吓，我 book 咗去韓國噶喎。cancel 啦，依家 Zoom 咪一樣，記住我哋係 family。邊個 family 會3更半夜 send message 問瞓未？幫我改個 footer。我已經做好咗一個自動回覆，已讀，唔喺香港，請問仙哥，佢24小時 on call。你真係咁 send？我今日交咗辭職信啦。我明天見。